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樂呢個節目。哇，今日大家咧受嘅係大家都當數落嘅三叫台後生樂團咯。今晡日帶來好聽嘅歌曲，然後大家咧分享幾多最新嘅訊息，非常嘅貼切。團長講非常嘅有前途，非常嘅有意思，大家咧分享佢哋所以繞場係呢三叫台後生樂團，歡迎。大家好，我係樂團嘅創辦人顏志文。大家好，我係團長主唱 Rita 林玉婷。大家好，我係劉頭文 Michael 音樂總監。歡迎。大家有發現嗎？就是那個玉婷一介紹的時候，就會覺得大家好，就會這個。那個整個節目開始動歡喜啊，就很甜美，有嗎？非常嘅甜美，然後就是很像那個小女生啊，突然間就會吃到道文信上，然後創辦人也就突然好像變得很 man， 就按我咁講。其實就在找個轉到節目啦，大家分享動歡喜的事情。真是，好，今日其實動歡喜，為什麼呢？用英講呢條嘅性轉是經驗，而會金曲獎。最佳演出獎是最佳嘅歌手，還有最佳嘅行業獎是。希望怎麼那麼棒？去年係今年又係，去年有得獎啦，今年亦會未。希望品心先生有看到我哋嘅音樂作品。連殺2年亦會都冇簡單嘅，也代表這個產量也是蠻驚人的。好，從冇，不過今年兩種專輯非常感冇強咯。除了謝謝之外，這個創辦人或是道文有沒有特別講什麼入圍感言？趁這個時候。好，其實因為一隻樂團咯已經有20年咯，1997年都建啦嗬，所以講一個人嘅業餘動到擺嗬，所以講我個人對業餘一件事情嚟講嗬，就比較個平常心看啦嗬。但係就講我七個感覺當 MV 嘅就講，其實業餘得獎嗬冇咁簡單，真嘅。但係唔可以持續做音樂嘅一件事情真冇簡單，所以好有深度、清有程度嘅講法。咁佢哋係正經嘅。三個樂團可以持續按長嘅時間，完全冇中斷嗬，就一直持續創作演出都見。確實我七個感覺當 MV。不愧是創辦人顏老師講嘅，我嘅意思係講，做得用業會要傾聽，那大家都歡喜。不過最重要嘅係聊條音樂嘅路後，我們沒有停止過，冇停止過。哇，繼續來做啦！真的太棒了。那係馬上嚟咯，好好嚟紹介下兩種專輯，非常嘅貼切，而且團長講都有程度。因為呢種專輯，你佢哋講農業嘅款式。農業是蜻蜓嘛，詩人講用米嘅款式哦，呢種專輯然後頭擺三個台專輯完全冇強弱，因為頭擺我哋係可能顏老師創作，我創作，也是呢家業嘅討論去創作，我哋來做一種專輯。不過呢種專輯所有嘅歌詞是係聲音正規和意思，佢嘅客家詩。佢寫嚟前度嘅客家詩，啲度我知道有老家鄉有關係。對於文化、對於社會觀察的，也係講對佢自家做醫生嘅角度來看生命，情有智慧嘅角度來看，所以呢種專輯嘅頭先全部係正規和意思機嘅作品，就個有顏志文先生喺個討論佢兩沙來作曲，喺個編曲，我來認唱，所以從而來係啲。我相信佢都製作嘅時一天起到講到自家創作有冇強弱，韓國愛尊重演奏，韓國了係兩百年，譬如講喺唱嘅時間，我係想講，也特別是喺兩年，老人開了冇強弱嘛，嗬，正規可以是佢希望喺兩年，也到嘅，我全部會考慮落去，所以呢都係當重要，因為對於作品我哋係非常珍惜，希望做得。要到從原汁原味安傳達，所以做呢種專輯，啲度最尾咧係認真靠頭先講嘅正規可以是幾個口拍，幾圖幾個詩，我做咧有冇強用嘅意義。所以呢種專輯大家係講單強讀文字，你知道了文字，
真是非常的感动。这个唐人哦，觉得非常的好看。因为读节目开始留之前啊，就问Rita 来讲，我说你终于两种转型，你以为我要问妈？我是说你终于两种转型嘅长途到来，是因为我是有两种转型比从嘅无共用。一般来讲，也都可能其他嘅转型不能讲之前像思蓉姐的诗也有，对不对？或是像方思老师的诗也有都牧歌。不过两种转型特别无共用，对于欣赏来讲，其实冲突动力度系正性上一改应该是，所以这是一个。感觉非常完整的，对一件事情，然后一个人的情感，然后全部都投入到两种转型地步，这是不是也是线上该东西想会走两种转型该起心动念？冇错吼，万有咧青创业都讲，郑医师的客家诗吼，特别客家诗，以下内容同佢嘅主题吼，以万世带岛亚下嘅土地嘅家乡吼。可以讲言内容完全睇下地位咯，因为人哋提讲写诗的人写几多种诗嘛，有的是有的写个抽象的东西，是嘛？但是啲东西哦，真是系动实在，所以特别睇特别状态嘅人吼，所以每一只诗佢讲嘅事情几乎就系看到经验过嘅东西，所以佢啲感情嘅连结哦，相当嘅强烈哦，所以讲其实也因为安尼，是因为讲。郑医师的时候，同安尼嘅音乐吼，因为最早是个创作，嘅创作嘅念头就係家乡嘛。郑几个医师的时候，也嘅客家诗，就係第二家乡係呢種感覺。所以一種嘅結合嚟上，先至講，可以講，就係一種轉型啊，冇可能過去冇。以後可能也冇空前絕後嘅一種轉型啊，所以因為講，我哋一種轉型特別嘅意義喺度。真的很棒哎，因为之前一块是跟 Rita 有讲到，因为其实按要改编 Q 然后走 Q 然后，其实它跟你自己填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它如果我们白话文一点，其实意思我已经写好词了。对，然后你们帮我录歌，所以一般来讲，读从州读进口俩片，因为是严老师俩片的，还有道文俩片，你们在编曲上或是创作上，其实是跟一般是非常不同的改，是看是音乐总监还是？对，就做，因为我们先有这个词嘛，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就是要配合曾医师他原本诗词的这些这个音韵之类的。然后因为曾医师的诗本身有他自己的节奏，他也常常讲他的诗有他的节奏，对。但就是你需要多读它，然后所以我们要配合他的情境，然后就像杨威在看诗，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设定很多不同的角度看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有这个蜻蜓看我们，然后也有我们看当下这些所有的事情的那个角度，所以像在我们曲子里面就是会有设定说，就是 Rita 同时在唱，然后老师他也是转换一个模式，然后同时就是我们的贝手狗哥他有点像是另外一个角色，然后我会请鼓手，请他不要打在节奏上，他又是属于另外一个时空，对，然后就是但是在那段就是这样结合起来。时空没有转弯啊，用是这样，然后在那一段我休息。而且给讲该腿的时候，我脑中开始想到说，所以这是一个平行时空。对，又安又改感高是一个平行时空。想说哇，怎么这也可以跟科学扣后去关系，是蛮厉害的。严老师，你起抖嘞，就是除了刚刚道文讲哎，就对你来讲，因为老师的音乐是没有间断的，你是当年狗了。其实用一个诗来做创作吼，最困难的所在就讲，因为按你讲歌词同诗吼，无相同的所在系贴下边吼，就讲歌词有歌词的样式，有它的格式。诗呢，现代诗基本上都冇同词有，所以用诗来作曲的时间吼，其实也难度比俺哋自家写歌词它困难。因为俺哋写歌词的时间吼，无论是写曲还是写词，俺哋有一个俺哋熟悉的一个格式可以follow嘛。但是面对一个诗哦，又长又短，怎样嘅将一个诗嘅文字转变成歌词，其实俺哋最大嘅挑战因为当然。我哋也談過幾多人用詩來作曲嘅一個作品，但是如果唔可以走定一個文字
去音写一个 melody 但係結果出來時間，佢都係條歌冇唔錯，但係彈嘅人冇法度記放了，佢記唔得條歌嘅，好伊。但係我哋也種專輯地步，我哋係想辦法將一個按自由嘅詞納入來一個歌嘅用同樣有歌嘅格式嘅地步，所以講彈嘅時候，其實唱係彈一首歌嘅，唔係一首詞，也係個冇相同嘅所在咯。因為有啲歌唱有啲都講，其實一種專輯唔但係講，我哋將一個真意思嘅詞拿來作曲，變成一個歌嘅。其實當初有種因為一種專輯，所以真意思嘅時候，有陣時俾人觸動。因為嗰當然真意思個有名太個低啦，但有名像十二嘅人，真係有去讀詩嘅人天生。但係了解，了解。係啊，因為一種專輯包括你喺演唱嘅時間有熒幕嘛，好他們是客家人，佢看到一個一集詩睇到。彈嘅詩嘅人，而不係彈講嘅，而不係多帶睇講物嘅故事啦，嗬。所以講話因為講青春嗰度，唔單係睇音樂，睇文學嘅部分，我哋將真意思嘅事本大家看到，本大家睇到。他個路確實係你因為嗰度文學嘅人嗬，去彈音樂嗰啲時，真詳細看，原來佢嘅客家詩係咁嚟寫嗬，一路所以佢喺背翻譯相同嘅歌，哇！頭先阿勇講是咪啲話，你阿種專輯真是非常嘅冇強咯，還有乜嘅故事了解？你等下就同你講。哇！所以家下看到嘅係上九台樂團杜風了嘅音樂會，就那樣講，真的很有味道吼。不過我很想要接續的是嚴老師剛才上一段的那個話題，好，再補充一點點。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很慚愧，就是我自己有投真心上嘅戲，不過僅僅係因為這種專輯，你才是細細的品味，重新的再去了解他這首詩，或者是
你为了要听 Rita 重构，所以你在一个音乐的这个渲染力底下，你重新又认识了诗，是种心上功哎。你让大家来听歌，然后你又把那个歌词像歌词一样打在那个荧幕上面，大家得是重新阅读一首诗。所以我觉得就像严老师讲的，我觉得是透过这个音乐改兴趣，等于是不大家砸过100轮饮食，安用改。我觉得不同的载体认识同样的一首诗啦。那至于说诗入歌，我自己的感受也很深，因为就是本身我也不太会诗，那以前我们都读过什么五言绝句啊、李白的诗，你就觉得哇字数一样多，然后还要入诗，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更活跃，就是因为它每个字句不一样，所以我才会觉得哇，这个你们真的是崇拜。所以我刚刚听老师讲完，很想站起来拍手 ，key 都在泡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短短的回馈分享，如果回到刚才那个音乐会，所以已经从去年开始，就是都风流又按用改让重复音乐。呢種專輯係去年做嘅嘛，去年做嘅係今年2月份，我哋做一隻發表會喺高雄，因為這意思佢係高雄，大啲高雄，佢哋高雄行義嘛，佢係屏東人，所以我哋特別選啲佢離下大城市高雄來舉辦發表會，後來是舉辦嘅3場音樂會喺4月份。像第一站係高雄大同。哦，高雄。第一站係高雄哦 ，Frankie 遇到唔記得。第二站係台北，是西門風咧，大家看到。第三場轉到佢嘅家鄉是來到屏東，係有意思嘅。從佢離下嘅腳家開始，你來到台北一天愛嘛，愛到所有北部嘅人咪分享，再個轉到佢嘅故鄉屏東，係3場，4月份連殺3場。而且除了提兩特別有意義之外，因為大家看到係風流，風流咧做兩種專屬嘅媒體嘛，冇非常嘅，我覺得就配合到嘅感覺，好，所以應該線上有沒有很昨天講就是當享受到嘅片樣分享？因為風流吼，伊也係個歷史建築啦，地方伊嗰度也文藝氣息佢濃好嘛吼，所以佢從也特別鄭醫師邀請伊台北咧一個文學界嘅朋友請到來到現場啦，所以透過一個演唱會吼，頭先有講到講，因為嚟重新認識鄭醫師嘅詩，啊，第一個氣氛地位吼，因為就真是有傳達到一種專輯，規則嘅專輯演唱會同一個環境，還有一個觀眾一條人吼，我因為一場嘅演唱會規則嘅人嚟結合做一下，所以佢當有力量，當有力量。好棒哦！咁啊，大家談到呢樣講，所以希望所有嘅鄉親朋友冇談過咧，就盡時間因為大家去了解下，去看一下。咁個地圖有一首詩，你講一條歌曲按到彎角，對，談講你們特別對呢首有感覺，係冇有感覺？至少呢首歌曲係老師你寫嘅嚇？係啊。我唱特生音，我係對特條歌曲都有感覺吧，因為唱嘅時就係先讀嘅詩，先讀以後，就個常常咧聽見張落錄音室，我呢首歌曲，我像葉老師在咧分享幾隻嘅感覺，因為佢寫嘅，咁我自己係對咧創建特別有感覺。對，因為你有去過改編《一斗白》，動年前有去到蕭家鼓做改編，還拍了紀錄片。阿婆，小妹妹阿婆，係記得阿狗是你去天堂咧，嗰種時是形容是佢，佢除咗咧阿婆肯定一下，因為佢嘅身上係醫生嘛，所以記得啲解會做啲講係有錢人。太負人家，不過佢肯係保有一種嗰種單純嘅心，然後讓佢分享當多嘅故事，都見佢很記得佢嘅面容，所以聽到呢首歌嘅時間，我就一感同。而且以前的記憶都回來了，就把個記憶都轉回來。嚴老師特別冇強咯，因為嚴老師對那一塊土地你自己很熟悉，所以你自己嘅感受會很好冇強咯。係啊，因為伊嘅時候，體記錄寫到對社會鼓舞，行業路狀頭，所以我讀到也記嘅時候，馬上想到嘅規則嘅社會嘅比較嘅路狀頭吼，嘅就因為交通嘅嘅如何嘛咧14條嘅啦，所以都嘅蘇破百咩吼，以前宿舍嘅蘇破百咩阿哥露台幾十年冇看到咧，佢開頭路寫呢，本人啊你旁一下心肝咧，旁嘅心肝咧有個記出來吼，佢相當有啲咧嘅文字咧吼描述，所以其實也
伊一个当导演以前写诗，但是唔会想到出去一下看到的场景，然后到撞下去到家庭的事物，然后当系神秘的撞下，穷样出去安尼，吼，唔对萝卜卡行出来，唔如马上看到，唔如想到，一条吼以前熟识的苏婆包咪有条冒出来的，吼，啊嗰老太出外做些冒转来。其實也冇看到，就係安尼嘅情景，所以講而家嘅唔係我哋咪講懷舊啦，其實就係我哋也看到嘅東西，但係而家嘅場景可以講，幾十年下來連續都見呢，唔會消失的一個景色。所以你看欣賞它很有畫面，而且你看欣賞有分享的時間，你就會知道它並不是一個好像很 fancy， 要怎麼講？就它不是一個這麼華麗的，它這麼的質樸，可是你卻覺得這麼的真誠又有情感，就按有個感覺。所以這個道文，你也是對這首很有感覺。肯定太好聽了，老師寫得太好聽了。不是，我覺得沒有很誠懇。哦，我很誠懇，我這個很誠懇。因為剛剛，因為安文姐說，太好聽了，因為老師寫得太好聽了。你看他現在，真的，對，很有感覺，很有感情的一首歌。好，我覺得是啦，他是真的很誠懇。不過呀，就特別要問一下這個音樂總監，因為裡面有一首歌，有一個叫《歸來曲》，這個是特別欣賞的創作，對不對？而且聽說有很多某種嘅版本。因為之前我曾經參加過，就是我幫曾醫師的音樂劇有寫過歌，然後當時也有寫這首《歸來曲》，然後通常我寫一首歌的過程就是我會先讀那個詩詞，然後我可能就我會設定一個時間，可能是2個禮拜後，然後我就在那個時間點我會去做寫作，大概可能是1個小時或2個小時，然後在那個等一下，這有點有趣。你跟醫生講，你先讀了之後，你會先醞釀個2個禮拜。對，你會定一個時間，這很有趣耶。2個禮拜以後我要開始來寫嘍，就是這種感覺。因為就是對於我來說，我需要給自己一點限制，就是當然就是我每個人創作不一樣，然後但因為我覺得創作就是比較天馬行空，所以有時候我會先給自己一點限制，然後在那個限制裡面再去嘗試，然後再有可能會突破，就是到時候看看。對，但是我就是定下一個時間，然後就是我就是2個禮拜後我就開始寫這首歌。然後我每次寫歌的時候，通常就是會在當下寫至少3個版本。然後如果我喜歡其中一個版本，我就會錄下當天的那個版本。但很長時候就是你寫完的時候，你覺得很好聽，但其實它沒有那麼好聽，所以我就錄下來，然後過了2-3天後再聽。如果它沉澱之後再回來聽，如果還是覺得很好聽，就是它了。對，通常是這樣。然後所以當時就是我之前做歸來曲的時候，就是我已經做了1個版本，所以那你就已經寫過就是3個版本嘛。然後後來我就加入之後，對那個他們不太喜歡那個感覺，所以最終我又在。他們是誰？就是主辦方，就是那個音樂劇那邊。OK。所以後來我又在為歸來曲又再寫了另外一次的曲子。然後就用我那個曲子。然後這次到我們樂團的時候，因為我跟嚴老師各選5首歌，那就是我看來看去，我還是很喜歡這首詩詞，然後我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決定要再重寫。所以我又重寫了一次，就是我也寫了好幾個版本。是。然後寫完，對，我也錄音，然後我覺得還不錯。但有一天在洗澡的時候，突然又想到一個更好的版本，又有一個新嘅靈感。對，所以洗澡完我又錄完音，然後我又再過一陣子，我再完成它。對，所以這首歌就是蠻多版本。哇，老師好會說故事哈，而且聽起來這個歷程真的很有趣。峰回路轉。對，而且你等一下他也親有故事，你就會覺得他其實是滿滿的能量。因為他是那種我寫3個版本，然後上他本本稿以後，我又突然覺得要有個版本，然後再過一陣時候，我覺得我還要一個版本，對，然後狗毛這個我後來突然覺得那個很好聽，而且他剛剛跟他說我覺得很好聽，可是後來我又有一個版本，我覺得更好聽，對，你就會覺得天哪，就好有能量，又有感覺。係咩當學堂？你家係唔重講，同我們講古先聊下，你等下就繼續咧講。东方宇宙的绕墙的上口台后上乐团。我今天因为老师讲男生腔，我今天突然海陆也讲的这样子，有点动气管啊，小动排谁？我冇相关所以团节目里谈到你个音乐总监安分享安豆创作的历程，我真的觉得很好听。
怎么有这么多特别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太有趣了哈！下次可不可以多分享类似这么有趣的创作历程？不过龚德良，其实你们这几年也去很多地方宠物。新马对不对？然后还有到 LG， 我觉得好棒哦！可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新夢我大連喺度背到乜嚟冇共用嘅地方，其實背出去我就係兩隻車面，一隻其實冇簡單，一辛苦啦，因為真嘅，因為出去是係貴圈人啊，你帶是香港安全問題，香港樣板人做的本表演品質好，所以大家身體嘅空間等等啊，全部照顧得到嘛，香港出去發研究嘅時間，香港發動到嘅收費，呢係當時自嘅層面。不過第二部分我知道係非常珍貴嘅，雖然一辛苦，樣板講當珍貴是係因為你做得出去打開眼界，你總係會看到冇共嘅東西，第一張會讀到冇共樣嘅人，你做得有機會啦，冇共人交流，喺地圖人當中是有冇共樣嘅文化包含到幾多嘅音樂啊。舞蹈啊、文學啊、語言等等，你係我知道生活台地啲經驗，一直出去撈藝術家、撈音樂家來交流，我都有當到嘅收穫，所以我就非常嘅珍貴。那嚴老師先生，我因為講我哋出去演出其實。可能同一般的人嘅想象冇共樣，所以一般的樂團吹咗，我分享我音樂俾觀眾聽結束就轉來但係我哋出去其實係一個連續性嘅一個工作。特別係從一個東南亞地區對2017年先到新加坡之後，我哋每擺去其實去3擺4擺，17年、19年。23年嘛22年還有因為疫情期間就用線上的方式合作創造製造一種專輯所以我哋嘅出訪其實係一個連續嘅工作。如果喺採體建立同採體嘅音樂家，也係講文化工作者，也係講嘅啲社團建立一個長期嘅關係。所以我哋最早出去多見接觸嘅團體，也係個人多見全部有當密切嘅聯絡所以講我哋嘅最重要嘅，我哋想去做嘅就講唔單係中國本地嘅談其實係我哋想去將台灣嘅客家也方面咧，包括民間，像我哋民間嘅團隊同官方客委會或者個政府嘅。一個合作起來得到成果，去影響緊嘅。所以我哋喺新加坡、變馬來西亞因為我哋去到一集素材，影響嘅邊嘅後生人，佢哋對音樂創作嘅思考，同之前都冇相同。佢哋都講用台灣都有發圖產生新嘅客家音樂。大家總比講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幾多客家人，但係嗰邊用冇法度有我哋嘅東西，所以我哋去嘅時節，除了講我哋將我哋音樂分享本地，也同時咧分享講我哋用嘅對20年前開始做起來。20年前咧台灣客委會冇成立。其實同樣喺東南亞共用，新加坡、馬來西亞，因為人哋政府完全冇咧管呢件事情。嗰個社會上因為講行業都差唔多唔會消失掉啦，也冇客家歌可以聽。係講我哋20年前嘅情況，就係咁嘛。所以我哋將佢哋分享一下東西邊你看到講，其實喺新加坡同馬來西亞，現下嘅環境比以前還好。有人講。因為頭擺用我哋講我下歌我出唱片當困難，一定要唱片公司支持嘛。也係唔係啊，也係唔只有想法，因為也係好多平台網絡啦各方面咧，唔只要有創作，唔就可以分享。係講也係環境比頭擺好加千度，所以人哋真係要幫我哋衝擊到。所以特別新加坡有部分嘅人，我哋認識嘅朋友你講合作嘅朋友已經開始喺創作。
客家歌的。有，所以就2022年我哋向下做嘅岛屿連接也總專輯嘛，還有2位就係講新馬亞特別 Fresh Music 嘅10大專輯嘛，吼。我記得因為呢，講我哋23年過去嘅時節嘅伊個佢嘅創作故事嘅主創，佢講其實見嘅客家人，嘅欣賞嘅客家人，佢講佢爸爸係泰國人，就同佢小嘅都幾大位同客家社團連接，咁佢講嚴老師就講。你哦，我點嘅客家人，我哋結婚我哋做完嘅事情，後來呢，其實就講好，佢來寫客家歌，真是呢，我上節目以前，你一經驗我講到一年咯，所以一條歌曲寫好，佢就開始來錄音咧。哇，其實開始來做咧。所以你看，金代講只是表演，你知道一般來說，泰嘎貝是會表演聽聽，對，然後第二種就是音樂的稿裡。可是像剛才嚴老師有提供一個例子，就是你其實真的不知道，有時候你可以影響一個人或2個人，你不知道他以後會怎樣壯大。可是安永就，我覺得就夠了。對，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最深層次，在老師做20幾年，你是讓演客家影樓那種背後，我覺得最珍貴的那個態度，我剛聽都覺得很感人嘞。表演係一種，我覺得表演係一種新鮮，一種分享。你咪就係講係一種交流。咁個表演結束以後，佢會留下來嘛？嘅，我覺得成個台一起做嘅時候，像家嚴老師講嘅，我到時係一起撈，國外呢到音樂家、藝術家有連接，無論係社團也好，連表演者也好，嗰種嘅連接時講，我哋會教運，我哋嘅啲專業單嘅。有啲話音樂咪好啊，了到咁個很難處咪係，我哋對互相嘅文化欣賞，因為一樣嘢，所以有機會我哋是做得強下來，做得sen氣好高嘅事情，你係有影響力嘅。哇，好棒哦！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很棒？所以趕快來進行這個有話快快說。這個西給是順上分眾聽聽。不過這個題目我剛看了，傅總改盛情，我捨不得放掉哈，因為他一般來講，在都安永嘅單元都會看到幾條某條嘅面相哈，所以我來趕快問一下第一題。總呢想很久哦，老師不會想很久，總呢想動給我哈。第一個默契大考驗，請那個嚴老師說出 Rita 跟道文的口頭禪。好難啊 ！Rita 是不是覺得很難？老師有想到嗎？我知道他的口頭禪。好，那 Rita 說老師口頭禪。這很簡單嘛。這個事情上可以口頭禪。我的口頭禪，是嗎？我怎麼自己都不知道啊？這個你冇給馬記得，這很簡單嘛，他才會開始講。你沒有感覺對不對？沒有，這個冇感覺。那道文要隨便分享，你可以隨便分享一個，比如說 Rita 的也好，或是欣賞嘅也好。好好觀察。多觀察一點，我再觀察一下。我還以為口頭禪是好好觀察，所以我知道他就說，OK， 好，是不是很有趣？來，樂團裡面脾氣最好的是誰？1、2、3，想太久了。我覺得老師脾氣很好，大家脾氣都很好。OK， 你覺得是嚴老師，然後你覺得是道文。我脾氣好。老師，你也要講一個啊，你吃到會罵誰？我覺得道文不錯啊，是嗎？厲害！你2票，至少先衝你2票。感謝大家。好，每次練團的時候，誰最容易遲到？1、2、3。大家都很準時。還好吧？真的嗎？這裡？真嘅。總有一個最後來的吧？輪流最後來，可都沒有遲到就超愛哦！哇，你們好棒哦！好，你們在演奏的時候一定有出錯的機會，臭貓啊！你們誰最不會被人家發現你們出錯？不可能是 Rita 啦 ，Rita 你一唱錯就會被發現啊！對呀，肯定是我。啊，我比較沒有人會發現，比較少人關注我，他們都關注他們。不是，對，的確他的。他經常說，你說誰啊？不是，老師他說比較少被人發現。對，就是你啊。沒有，因為比較少人關注我，他們比較常。他講的理由是比較少人關注了，但是我認為是他，因為他其實是，第一個他技巧好，哦，第二個對他經驗豐富，因為他從小就開始上舞台了。所以老師的意思，他最不容易出錯。他會這樣子。不是，他會出錯，但是他出錯沒有人知道，他出錯沒有人知道。一般人應該不知道，我知道了。是，沒有錯，老師會知道，我們會會心一笑。你看到說共識開發，像這種出錯，我們根本不會發現，我們真的看不見，只有你們才會知道。除非你唱錯或是忘詞，我們才會發現。不過我們愛都沒那麼發現哈。不，係咪
是不是就是要进行安用景和安用改淡烟才会知道？你看他们刚刚那个样子，跟那个震惊受访的时候完全黑某 Q 用给。不过真的很开心啊！信上我会觉得你今天那一句话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觉得音乐的创作对上球台来讲是没有停止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 Q 业走到看到一种专辑，今年有一种，不过也唔係讲当年度的用一种性感专辑，我觉得因为你们在音乐路上是一直在酝酿跟一直在创作的，所以真是动感桥信上带来。你都按优秀的团员来到两片，然后大家来分享两种专辑。不过不免俗的，还是希望可以赶快再看到新的专辑。早点哈，好，是莫大家，谢谢。好，安尼所有乡亲朋友听听下来，你都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